梅、气泡水，还有那个红标米酒。重点是呢，养乐多的米粉，对，是米粉。重点是我们是取了名字叫做米气氛，没气氛，没气氛。好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先来为您揉一下。那脸色，这里是怎么套上有那个？感谢你们今天来说走就走的。嘿 ，OK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有一个那个小小的仪式，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开我们的竹筒饭。但在开竹筒饭之前呢，我觉得巨荣应该比较没有吃过的东西是这个叫做肉丢，对，肉丢。然后再来这个呢，这个我知道，小南瓜没有了。你觉得它是什么？类似橄榄的东西。你觉得它像什么？蒜头。这样我们对我认识的蒜头有点不太一样。它的名字叫做小轮胎。我是觉得像南瓜，很可爱。等一下你一定要吃吃看它什么味道。然后再来呢，这叫做垃圾。我们来为那个巨乳示范一下。我是不吃葱的人。可是你要卷吗？你可以就可以。因为我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子卷，就是这样折了一半以后，然后这样卷起来。然后稍微让它变一整口。或者是我把你沾盐巴，然后通常都会稍微，我自己会稍微沾多一点，但也不能太多，然后就会。卷一下。拿了，有点大，但你还会很呛。啊，这个会很呛的。看，那我先挑战小。好的。我的香肠呢？对。觉得要配。这个太阳很亮了，我觉得今天来这边还蛮美。漂亮啊，超正。好 ，OK。好耶 ，good。好，来去敲吧。有了。有的，然后开了。有。OK， 这个是紫米口味的。你开。哇！有成功。那个膜，他的开心程度就是一种从来没有这么成功过。你不是你闻它有竹香又有米。有竹。有。是有一点。那我自己先开个竹米吧。竹米。有吗？来，我们1、2、3 go。耶！有漂亮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先吃这2个。通常我们这个也不会丢，它就是我们的产值。我们拿来当筷子，然后也是感受你来，想说，来回味一下那个。像吃披萨。哪一段去感觉一下？拿后段好了，这段让我来，这段我来承担，这部分我承担好了。分一下段落，一个脆口。好可爱。对，一定要吃。你不要觉得它可爱就不想吃。这样，所以先要配一半，对不对？可以看你好，因为那是我们20路，是不是很苦哎？对啊。它是呢，它应该算是我们排名第一，我自己觉得排名第一名苦的东西。但我只是能吃苦的。再怎样也没有人生苦。所以。对，可是这个就比较少人有吃过，然后因为它真的太苦了，所以我们通常可能会腌一腌啊，加酸的这个这样子。成功。吃一下辣鸡吗？可以，请吃。它是笋子。高老师，听说你最近有在拍片是吧？你觉得演舞台剧跟拍一般的电视剧啊，甚至电影类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？海浪一样拍打着海岸，野花一样随地绽放，那么的香，夫妇一样守候在家乡。我却离开那地方，流浪。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，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，我却在这里收场。哦
呀，哦耶呀，哦咿哟咿，哦呀，哦咿哟咿，哦呀。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，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，却在这里，在这里出现。海浪一样拍打着